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过来甲恁中间，甲恁分享上帝话。你知影我会使讲台语，敢讲到这几句尔。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呢是仰望那个不止息的爱。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，我们跟别的宗教很不一样。我们看不见上帝，看不见我们拜的神。别的宗教呢，大部分都一定要看到可以拜的神，不然他不能知道神在哪里。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，我们却说我们知道神存在。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也不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也看不到他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有一个耶稣呢？有一个耶稣我可以跟呢？他在哪里？他走到哪里去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是透过圣灵。这是基督教非常奥秘的地方。神你没办法看到，但是他存在。你没办法用你的五官去感觉到他，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圣灵的缘故。圣灵我们在台湾话叫圣神，圣神，神的灵，圣神，圣灵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他在哪里。你要我说，你让我看见我就信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让你看见，但是他在。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可以去感受到上帝，可以去经历到上帝的存在。这是一个很奇妙、甚至很主观的一个感觉。那你越认识圣灵呢，你就会越认识上帝。你如果不够认识圣灵，你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人跟你讲的。听说有这样的事，听说有那样的事，读到书上面这样讲，但是我没有感觉。但是当你遇到圣灵的时候呢，你不用人家跟你讲，也不用读太多的书，你知道上帝在你的里面，耶稣与你同在。所以圣灵对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在2个礼拜前刚刚过圣灵降临节，有没有？有人过圣灵降临节是要过1个多月、2个月的，很长的时间的。那如果我们越认识圣灵，我们就越知道那位抓不到、摸不到、看不到的上帝在哪里。我不用抓，不用摸，不用看，我知道他在我的里面，他在哪里？当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听到耶稣死了，他们看到坟墓在那个地方，耶稣埋在里面。但是他们经历到复活，他们觉得非常的震撼，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事情。你讲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，但是他们经验到，哇，耶稣说他会复活，我真的看到他了。有的门徒不相信，耶稣说不要紧，来和你摸看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就很害怕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主啊。耶稣说呢，经历到复活，你们很震撼，但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让你们更震撼的是什么呢？在耶稣复活以后50天，50天以后，你们要经历到这位圣行从天上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这犹太教也没听过，这个希腊的宗教也没听过，华人的宗教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，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等到50天以后呢，他们就经历到圣灵大大的来到他们的当中，充满在他们的身上。使徒行传呢，就用浇灌，英文叫 pour out， 落大雨，下大雨这样浇灌在他们的身上。那他们哇，这个跟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还要更震撼。圣灵在我的里面，耶稣复活是在外面可以摸得到，圣灵降临了，神到我的里面来，这更震撼。所以呢，圣经一直用浇灌 pour out 落大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圣灵降临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种非常的狂喜的经验，
就欢喜，非常的兴奋哦，比喝酒还要开心，还要高兴。然后他们有些人领受到一些圣灵的恩赐，他们呢也看到教会在成长，哇，越来越多人进到教会来，越来越多人经验到上帝是真实的，还有神迹奇事发生。所以呢，他们说，哇，这个比从前的宗教的经验还要震撼。圣经要我们羡慕这样的恩赐，这样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落大后降在我的身上，那种狂喜的经验。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，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你们不要啊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你要去羡慕，要去要这样一种圣灵的充满的恩赐，会使教会大大的复兴。但是呢，在耶稣复活差不多20-30年之后，保罗写了罗马书，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，发生了一个，在这个大的圣灵降临、圣灵浇灌的震撼之后，保罗写罗马书，他写到第5章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到呢，保罗又讲到圣灵要落大雨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但是跟前面使徒行传那个经验不一样。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面对着罗马这个教会，罗马是当时世界的首都，罗马帝国的首都，有100多万人住在罗马，比今天的温哥华市还要多人。你看多大的人口！他们在那个地方呢，基督徒是非常少数的人，他们遇到了迫害，他们因为信耶稣迫害。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黄种人，他们是犹太人被迫害，他们是因为他们信基督教，他们被迫害。保罗在这个时候写信给他们，告诉他们，圣灵要浇灌，要降在你们的身上。怎么样呢？跟以前的那种狂喜，那种非常快乐，然后有圣灵的恩赐充满，跟那个经验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一次呢，圣灵的浇灌要怎么样浇灌？他要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面。上帝的爱要像我们昨天下大雨，对不对？那上上个礼拜，整个大温地区非常的干燥，很久没有雨水。哇，雨降下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土地都湿了，你会闻到一种雨水的味道在土里面。保罗说呢，上帝的爱浇灌的时候，要像这样子，落大雨要降在你们的心里面，使你们感受到上帝爱你们，上帝对你们的爱。而这个浇灌呢，从你们信耶稣的第一天，一直到你们见耶稣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，你们都可以经验到上帝的爱被圣灵呢降在你们、浇灌在你们的里面，而且他不会离开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，他们有圣灵降临的一些外在的恩赐、狂喜的经验，可是过一段时间呢，没有了，没去啊，哎呀，你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但是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呢，不会这样子，他一直都会在你的里面，一直跟着你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我们呢，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，哦，上帝好像不爱我，他离开我了，他惩罚我，或者我做错什么事情他讨厌我，他给我遇到这些麻烦的事情，上帝大概没有跟我在一起啊，上帝跟你在一起啊，你就好康哎，哦，我没有这个经验。保罗说 no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在上帝的爱，即使我们在患难当中，在苦难里面，上帝的爱仍然没有离开你。他说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保罗他一生呢，有非常多的苦难，有身体的苦难，还有人家的背叛，教会对他的攻击背叛，是他自己带信耶稣的人攻击他、讨厌他。他经历到非常多的苦难，但是呢，他说，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苦难里面，我还可以坚持信耶稣、做传道人？因为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，我外面很难过、很痛苦，可是我的里面呢，非常的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子？我们以为都是无灾无病、平平安安的才会欢喜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不是，我在患难当中，我也可以欢欢喜喜。那也安呢？因为呢，患难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条件，在这个患难里面呢，使我们更加的需要上帝，我们需要去抓住上帝。
而且在患难里面呢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。当没有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想我的孩子要读 UBC 他读到 UBC 的，很高兴，然后他结婚了，然后他找到工作了，这一些呢才是会让我欢喜，才是叫做上帝的祝福。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子，有那些东西当然是很好，可是呢，当我被带到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有的我都没有，你们的好运，你们的幸福的日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有喜乐，你不一定有喜乐。为什么我的里面会有喜乐呢？因为在患难中，使我们更加的去靠近上帝，更加的需要上帝。在患难里面呢，使我们更加的感觉到我需要耶稣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以前我觉得我有这个有那个，有孩子围绕在我身边，孩子很顺利，抱孙子，这我就很快乐了。现在呢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发现我需要有耶稣，只有耶稣才能够使我有真正的快乐。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呢，会让基督徒打开一扇窗，好像这边本来没有窗户，我们现在开了很多窗，哇，这边有光线进来了，我们会看到这边有光进来。苦难就是这样，它为我们打开一扇窗，让我们看见有光进来，有上帝的爱在那里。苦难呢，使我们更加的渴望上帝。那我想上次我来的时候跟你们分享过，我的太太在1年前离开世界了。她在最不应该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她离开世界了。她拿到博士学位，英国的博士学位的那一年，她得到癌症，3年以后她就离开世界了。那我一直在经验，上帝为什么你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我当牧师侍奉你，不是好好就乖吗？对不对？你应该保庇我啊，你应该保佑我啊！为什么你会让我碰到这些事情？我太太很想要侍奉上帝，为什么你不让她侍奉你？你为什么让她离开？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我陷入在一种非常深的绝望跟痛苦里面。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没有意义，没有兴趣。你要我吃东西，我也觉得也可以啊，也不可以，也没关系啊。我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兴趣。我以前工作一定要听音乐，听古典音乐，但是在这1年当中呢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什么莫扎特、贝多芬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没有兴趣，没有胃口。但是呢，我却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感受，就是我对于复活呢有非常大的盼望，有非常大的期待。我对复活这件事情，以前我当牧师就说免惊，我们会有复活。现在对我来讲不是这样，主啊，希望你的复活早日的来到。当你的复活来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与你相遇，我也可以跟我的太太相遇。我对复活有非常大的渴望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被带到一个苦难的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一个很大的孤单、痛苦、分离的痛苦里面。可是呢，它却让我对基督的信仰产生一个新的感受。我对于复活有非常大的盼望。我希望耶稣赶快再来。我希望耶稣来了呢，结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因为死亡所带来的分隔分离，结束了我心里面很孤单、很思念我太太的这种情绪。所以呢，苦难的来到呢，让我更加的想要耶稣，更加想要抓到耶稣，更加想要靠近耶稣。因为没有什么比耶稣可以更吸引我的注意，更吸引我的需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浇灌，我不知道台语要跟我们浇灌比较正确的讲法灌 up，OK， 灌 up， 灌 up， 我只会用比较白的话，就是柔大后，就下大雨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在一个受苦的，在一个痛苦的心灵里面，你不太能够用人的语言去安慰他，去做什么事情不要担心，我带你去走一走，去吃好吃的东西。我回来以后呢，还是很难过，还是很孤单。所以那些外面的帮助对我来讲是很有限的。但是圣灵来了，在最孤单的时候，在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，圣灵来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更加的觉得，我需要上帝，我需要耶稣，我渴望耶稣。
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会有很多不同的苦难，对不对？失去亲人、生病、年纪老了啊，没有预期的一些问题来到，或者是呢，我们发生了意外，好好的开车守规矩，但是别人不守规矩，让我发生意外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非常多的不能够预期、不想要的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当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痛苦、愤怒的情绪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眼睛更多的是注视在耶稣身上，你去紧紧的抓住耶稣呢，你会发现，耶稣是你最大的盼望，是你最大的安慰。当你很用力的抓住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不是我抓住耶稣，是耶稣抓住了我，所以我可以抱住他，我可以抓住他。所以保罗呢，他的吃的苦可能比我都要多太多太多了，但是我很羡慕他。为什么保罗说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喜乐，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？因为他经历到上帝的爱。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一样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上帝的爱。真正在你孤单的时候，在你无助、在你寂寞的时候，可以了解你，可以来靠近你，可以接纳你。只有上帝的爱。那保罗在第8章，罗马书第8章，他就说：有什么会使我跟上帝、跟基督的爱隔绝吗？让他不能够再爱我，让我不能够再爱他吗？有吗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他就一个个算。罗马8章就是保罗写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赞美诗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他列了一大堆的生命中的问题。是什么？上帝那个强大的爱抓住了我，不是因为我爱上帝，不是因为我属灵，而是因为上帝的爱抓住了我，他没有放弃我。在我想要放弃他，我想要不再能够信赖他的时候，上帝的爱抓住了我，保护我。所以当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我的最爱的那一天开始，我才慢慢的看清楚，哦，原来耶稣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盼望。耶稣才是那个真正能够了解我、满足我、接纳我的那个最大的爱。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使我们跟这个爱分开来。这是保罗非常深刻的经验。有什么可以打断我们对基督的爱呢？所有那些敌对基督的力量，那些对人不友善的力量，死亡、疾病，像这个加拿大到夏天很头痛了，对不对？到处在火烧山，可能有一年夏天，是不是那个烟飘到温哥华来了，飘到伯恩旅来了？我们要戴口罩了，我们要买着空气清净机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呢，有非常多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生活的事情。台湾海峡两岸充满了战争的危机，欧洲也在打仗，那加拿大在火烧山，然后等一下又没有水，那等一下是瘟疫 COVID-19 完了以后，下一个是什么？不晓得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对于我们来讲呢，非常的不容易生存，对不对？不要有这些问题，我年纪老迈，我就会生病了，还加上这些问题来，我怎么办？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，充满了困难，敌对基督的力量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里面怎么面对？当我们经验到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面对这些灾难的事情？最坏的情况会怎么样？当我活着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每天可以与我同行，与我同在。特别是当我的太太离开我了，永远离开我，不会再回来了，我在一种很深的孤单里面，我更细腻的、更清楚的去感受耶稣在我的旁边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我的里面。以前我没有这么深的感觉，我现在呢，没有这些人的爱了，我更加感觉到上帝的爱了，非常清楚的在我里面。所以我活着的时候，耶稣与我同在。最坏的情况发生会怎么样？我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会怎么样呢？死亡会使我们暂时吓一跳，让我们不太舒服。
但是圣经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？死为我开了一个门，可以让我通过这个门呢，去见到上帝，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我以前常常喜欢讲说，我很渴望看见耶稣。现在到我死亡的时候呢，我是真的可以亲眼看见耶稣了，而且我可以看见我的所爱的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朋友，古代的圣徒，还有我太太，我可以看到他们，我可以跟他们拥抱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。所以死亡对别的宗教来讲是人死如灯灭，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再什么荣华富贵，再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，死亡是让我去跟我所爱的人相遇，让我跟上帝可以相遇。所以死亡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呢，他列出了很多很多，是生吗？是死吗？是有权的吗？是掌权的吗？是什么？死亡也不能够使我与上帝的爱隔绝，因为我知道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陪伴我、保护我、与我同行，无论任何事情发生，不会把上帝的爱夺走，把它从我分开来。所以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走过人世间所有的苦难的深度，不管那个苦难有多深，他去到那个深度，不管那个苦难有多大的乱度，那些人的出卖，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，那些罗马人、犹太人伤害他，他经历到人世间苦难最大的乱度、最强的强度、最深的深度，他都经历过。这代表什么？无论你在哪里，在那个最深的地方，在最强的地方，在最乱的地方，在最绝望的地方，耶稣都去过那个地方。所以耶稣的爱可以陪伴你走到那个最强的地方、最乱的地方、最深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可以来靠近耶稣，去经验到耶稣的爱。耶稣抓住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抓住耶稣。所以呢，当你越来越多经验到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你会听到上帝对你说：“我爱你 ，I love you。”上帝对你说 ：“I love you。”我可以常常感受到上帝对我说 ：“I love you。”我说：“上帝，我太太不在了，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爱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上帝说 ‘I love you’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我说：“主耶稣，我非常的需要你爱我，因为我不能够感受到爱了，我需要你爱我，我渴望你爱我。”当你被爱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你会不会反过来跟他说：“上帝，我爱你；耶稣，我爱你；耶稣 ，I love you。”你们有没有跟耶稣讲过这句话？有吗？I love you。我在教会问我们的教会年轻的爸爸们，40几岁的爸爸们说：“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说 I love you？” 大部分人都是没有。妈妈会跟孩子说 I love you， 爸爸呢？不要紧啊，你怎样就好啦，我赚钱给你吃，给养你就好，我不会讲。那这是我们华人的文化。可是耶稣对彼得说呢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我爱啊。”耶稣问了几次？3次。问1次就好了，为什么问3次？耶稣想要听啊！耶稣想要听彼得，你曾经说你不认识我，现在你会不会告诉我你爱我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所以耶稣喜欢听到我们跟他说 ：“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”你要不要跟耶稣讲讲看？对吧？回去试试看好不好？不好意思讲给别人听没关系，躲在棉被，躲在厕所里面，跟耶稣说：“耶稣，我爱你。I love you。”咱台语讲疼疼啊，疼是很好的形容，被就很疼。但是爱呢，是更主动的。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。当我们经验到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最好的一个回应就是跟耶稣说：“耶稣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听我告诉你我爱你，我讲给你听。耶稣，我爱你。”我们跟上帝之间可以有这样一个永远不止息的爱。上帝爱我们，他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没有任何苦难，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把我们跟他分开。我们也要告诉上帝：“是的，
爱是永不怎么样止息的，永不止息。耶稣、上帝、圣灵，我对你的爱呢，永远不止息。就算有苦难，就算我太太被带走了，就算我很痛苦，耶稣，我爱你。因为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怎么样？神先爱我们，他先爱我们了，所以我可以告诉他说：耶稣，我也爱你，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我需要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谢谢你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你知道我们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不能缺少的就是你的爱。谢谢你常常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使我们也可以来回应爱你。我们跟你之间的爱是永不止息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